各位修女老師同學早晨，我係6A 班黃子欣，我係6B 班嘅黃海怡，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請各位同學起立，我哋而家一齊祈禱。今天是聖馬蒂亞宗徒的慶日，他在耶穌復活後積極向外傳揚福音，而教會亦於日前選舉了新教宗，帶領普世教會。讓我們為新任教宗能14世祈禱，祈求新任教宗以聖馬蒂亞宗徒那份精神，帶領眾人在世上為耶穌的復活作見證。請同學打開祈禱手冊第13頁，為教宗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親愛的主耶穌，你揀選了教宗良14世作我們教會的領袖，帶領信眾傳揚你愛的喜訊。求你祝福他，賜他充滿你的智慧，使教會在他的領導下成為世人團結共融的標記。阿們。瑪利亞，我們的在也，請為我們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今日有2段影片，請同學細心欣賞。大家好，我係6B 班嘅林貝兒，我係6B 班嘅馮希兒。希兒考下你啊，你知唔知邊一種動物嘅頭好似馬但唔係馬，對角好似鹿但唔係鹿，啲蹄好似牛但又唔係牛，條尾好似驢但又唔係驢，又叫做4不像呢？俾多少少提示啊！好啦，佢係中國瀕危絕種中嘅國寶之一。唔通係熊貓？哎呀，梗係唔係啦！中國嘅國寶又點止得一種呢？其實係麋鹿。喺20世紀初，呢種中國特有嘅珍稀動物一度向華夏大地絕跡，直至到80年代，響中國政府嘅努力下重返家鄉。而家種群數量已經突破8000隻啦，呢隻就係麋鹿啦。個樣咁似幫聖誕老人拉雪橇嘅鹿嘅。麋鹿同幫聖誕老人拉雪橇嘅鹿係唔同種類嚟噶。幫聖誕老人拉雪橇嘅鹿叫做馴鹿，而麋鹿仲有另一個名叫做大衛神父鹿。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呢種咁特別嘅珍稀動物嘅蹤影啦。你可能會聯想到佢哋就係聖誕老人嘅最佳拍檔，不過千祈唔好誤會啊！喺聖誕老人嘅國度拉雪橇用嘅叫做馴鹿。呢度係中國江蘇鹽城嘅大風區，喺濕地上悠然地散步嘅係嚟自中國嘅麋鹿，佢哋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嘅瀕危物種之一，亦都係國家1級保護動物。如果再細心近距離比較下，你可能會識得分麋鹿同馴鹿外貌上唔同嘅地方。麋鹿塊面又長又細，生得有啲似馬，腳下嘅蹄又同野牛一樣咁寬闊，而且指間有蹼，尾巴一束黑毛又似驢，但頭上長有分叉嘅角，又分明係一隻鹿。於是因為呢一副特別嘅長相，麋鹿自古就被人戲稱做4不像。麋鹿本來係中國獨有嘅稀有物種，數量最少嘅時候，更加一度完全消失喺中國嘅土地之上。歷史上嘅記載顯示，由漢朝、元朝開始就因為天災同過度狩獵，去到清朝時期喺中國野外已經再冇麋鹿嘅身影。不過100幾年之後，多得國際之間一段神奇嘅合作，麋鹿由英國海歸重新回到咗中國嘅野外。而且仲多咗一個法國名，叫做大衛神父鹿，紀念喺19世紀將中國僅存幾隻被圈養嘅麋鹿帶回歐洲繁殖嘅法國傳教士大衛神父。之後喺1986年，經過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同歐洲多國多番嘅周旋，終於有39隻麋鹿被運回中國江蘇。
經歷30幾年時間嘅繁殖同回放大自然，麋鹿嘅數量得以大幅度回升。今年中國喺11月就公布國內嘅麋鹿數目突破8000隻。江蘇嘅大風區係目前世界上佔地最廣、鹿群數最多嘅麋鹿自然保護區。草原上可愛嘅幼鹿代表住成個族群嘅將來，亦都成為咗中國保育更多瀕危物種嘅例子。麋鹿嘅外貌同馴鹿真係好似啊，但係睇真啲又真係唔同喎。好彩經過咗中國政府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嘅努力，當然仲有法國傳教士大衛神父之前將僅存幾隻被圈養嘅麋鹿帶返歐洲繁殖，最終呢啲麋鹿終於可以返嚟家鄉啦。雖然而家麋鹿嘅數量係多咗好多，但係仍然屬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麋鹿嘅野外絕滅類別。意思即係除咗只有人工圈養繁殖之外，喺野外嘅地方已經再揾唔到㗎啦。咁我哋真係要好好保護動物，避免更多嘅動物被落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啊！方法好簡單，你同我都可以做到㗎。愛護自然生態，唔破壞自然環境，減少製造垃圾，改善污染對自然界嘅影響。所有生物同人類都有響地球生存嘅權利㗎。係啊，而今日嘅節目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都努力維持生態環境嘅健康，同埋與所有動物和平共處。拜拜。2025禧年新任務。電腦偵測到一隻白鴿飛咗去青衣聖多默中途堂喎。係第二個藝術雕塑啊！有一個無家者藝術雕塑，我哋一齊去青衣聖多默中途堂睇睇啊！呢座青銅雕塑名為 Sheltering 庇護，係一個真人比例青銅雕塑，展示咗一位無家者被一隻飛行中嘅鴿子拉住毛氈覆蓋嘅形象。呢座青銅雕塑嘅創作靈感係嚟自伊撒意亞書第58章。呢個章節係指出，為赤身露體嘅人提供衣服，係我哋對佢哋嘅精神責任。Sheltering 庇護雕塑嘅設計就係提醒我哋要特別關注禧年詔書中嘅幾個範疇，分別係窮人、移民同埋難民。呢個雕塑係加拿大雕塑家史曼斯 Timothy Schmalz 創作嘅無家者雕塑系列嘅其中之一。佢諗到用鴿子象徵聖神，利用毛氈覆蓋同庇護窮人嘅力量。佢認為雕塑嘅力量在於喚醒我哋對窮人負嘅精神責任。我之前上網搜查過，原來加拿大雕塑家史曼斯曾經咁樣講過：嗰啲無家嘅流浪者、難民或住喺貧民窟嘅人，唔單止冇一個可以稱為家嘅地方，佢哋往往係被遺忘，因而被人忽視。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為無家者提供安身之所，等佢哋變得可見，並滿足佢哋嘅需要。當創作呢座 Sheltering 庇護雕塑嘅時候，我想強調無家者嘅處境，向無家者提供安慰，並鼓勵大眾提出實際嘅解決方案。我明白啦，呢座雕塑係一個行動嘅號召，等經常被遺忘嘅窮人變成可見嘅作品，係一件提醒我哋對窮人負有精神責任嘅雕像。2022年，史曼斯嘅 Sheltering 庇護雕塑喺聖伯多祿廣場獲得已故教宗方濟各嘅祝福。呢一次祝聖係為咗慶祝2022年世界窮人日嘅一部分。
期望呢一啲作品能夠放置喺唔同地方，溫暖並改變人嘅心。無家者往往係被人忽視，希望可以帶出無家者嘅問題，就正正係呢一座雕塑嘅功能所在。哇，好興奮啊！今日係4月27日，我可以親身參與呢座雕塑嘅祝聖儀式。夏主教親身嚟到香港教區其中一個朝聖地點聖多默宗徒堂，祝聖教區為慶祝2025禧年而特別訂製嘅第2座無家者藝術雕塑。我祈求上主，等呢座雕塑能夠成為一個象徵，為全球成千上萬無家者嘅生活帶嚟真正嘅持續改變。我哋每個人都負有一個使命，就係讓被忽略嘅無家者被看見。咁俾我感覺就係一聖像，就係特別要我哋關心翻啲無家可歸嘅人咯。咁喺加拿大嗰邊其實遇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嘅。咁呢度係其實青衣嘅中心啦。咁我哋好希望將無家者耶穌咧，俾到未認識天主嘅人咯。咁等佢哋可以都即係感受到天主嘅慈愛啦。多謝各位觀賞，主佑大家。